代替7月開始調整653班車幫的時間，也予1902年啟用到單的台南龍電車頭呢，頭一屆有自強號停佇這，一天有2班，閣是普悠瑪。著民眾講呢，甲這快車駛來到停小站，而且停的站變濟，敢會甲這快車優點拍算去咧？不過對在地人來講呢，以後免駛20分鐘去到新營坐車，對因來講是省時閣方便。白色的車身配上紅色的花草甲車頭，代替的普悠瑪自強高看駛入來月台停車。同款的畫面，佇咧別個火車頭是真史上的代誌。不過對1902年啟用的台南龍電火車頭來講，說是設站8外冬來，頭屆舊自強號停來這，到底是地方的福利，還是無採這台緊車，民眾的看法不同。我覺得很方便啊，因為我家的話要坐那種對號的列車都要到新營，然後就可能騎車20幾分鐘、30分鐘。那如果這裡有的話，我可能騎車10分鐘，不用10分鐘我就可以坐到對號列車。本身是有快速的列車嘛，那它如果一直都是停靠這種小站的話，它就沒有辦法達到它的本身的原來的就是那種快速到達的那種。代替7月調整車班時間，龍電站一天會停2班自強號。民眾講，甲緊車用來停小站，難免會互感覺較無彩。不過對在地人來講，是省時閣利便。這幾年隨着南科愈來愈發展，尤其附近的沙崙、六甲、柳營，要做 AI 機器人產業鏈，人口增加紅利也漸漸拖來到溪北地區。但是交通建設絕對未着陣，即擺有自強號要停，對在地人來講都是好消息。以前加好啦，乘客要坐火車人就伊會想哦，有加普悠瑪就加一個選擇啊，可以選擇一個機會。一班的時間人多啊，出來也袂當。一天2班嘛。這幫普悠瑪人口20萬的永康站無停，煞停2萬人的龍電站，真是引起大家討論。阮講講車班時間7月初才拄改，會對地方帶來啥物改變也看袂出來。不過對因造車來講，效益有限。記者李新武、柯家珠、柯兆勇台南採訪報道。